也祝大家平安。这是咱开始今仔日的早起礼拜。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主爱续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主爱续到永远；愿阿伦祭司的家讲，伊的主爱续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主爱续到永远。这是咱要来请赞美团带咱来赞美。感谢主，上礼拜我们庆祝复活节，那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向着我们，他的跟随他的人来显现，他的钉痕的双手，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时候我们也用2首诗歌来，唱出我们的信心的宣告。我们，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来赞美，我们用。第一首《大山为我挪开》，我们一同来赞美。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虽然道路崎岖，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是要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从头再唱一次。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感谢主，咱继续来敬拜。伫以马五的路上，咱的心得到主的坚固。咱就用一首圣诗第592首，咱行世间的路，咱继续来敬拜。咱行世间的路，心肝艰难无助，因为心事无话晓我，艰苦也讲袂出，后来行到路中。伫无打算的时，帮咱的人来对咱讲，互咱通听道理。咱嘴句句无开，打真学伫叮当。不因为有得着伊，咱就甲情无共。问伊真多的事，论那杀戮耶稣，一怎有这身的辛苦？的是日家受苦，后来彼人就讲，伊是嫌无应该。咱若明白这本圣经，就会晓我了解。就引起摩西，甲古有精神的，来教示咱带咱对伊实行主所指示，心肝就大欢喜。迫切来对伊讲，请甲阮大家相加心，互阮搁受感动。后来做做的事，耶稣替拼作写，白表予咱就认定伊是主咱所敬听。感谢主，咱继续徛咧。
这是咱继续徛伫，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列岛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启用，启用文伫咱的圣经后面，好，咱的圣诗后面第34篇，以赛亚第53篇。这是我来启，请恁来引。咱所听见有自随信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长，亲像枝子的样。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见，互人放杀。伊受看见，亲像互人黄面毋看的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若是伊为着咱的罪过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着艰苦，也无开喙。伊亲像羊，伫检问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去。伊虽然无行强暴，喙也无讲诡诈。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列伫罪犯的中间。这是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阮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聚集来遮，欢喜懊恼，伫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欢喜。愿主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位。阮当伫前无偌久，阮阁拄着真大的地震，互阮的同胞真毋若财物的损伤、人员的死亡，种种。愿主你怜悯因的家属，也安慰所有台湾人的心灵。主啊，这个代志，互阮想起主你以前所讲的话，着谨慎啊，因为末日的潮头要伫咱的中间渐渐来发生。主啊，阮知，无论伫疫情，也是战争，也是地动，拢有你安排的意思伫咧中间，提醒阮怎样着谨慎啊。主啊，求你搁照诗人所讲，你指示阮安怎行应行的路，也互阮会当顺服主你的真理，搁互阮会当怎样教示阮伫敬畏你。主啊，这种种拢是搁在提醒阮，特别互阮看见主耶稣基督搁来的时，要怎样降临伫这世界，亲自掌权，亲自做王。主啊，阮搁来。也着谨慎，阮基督徒怎样来倚靠你？因为你是阮坚固的石盘，你所带来的平安甲喜乐，无任何物会当取代。阮搁一摆也要感谢主你，愿主你搁互阮看顾阮的未来的日子，互阮会当勇敢有信心做伙行，互
互阮的台湾会当愈来愈安全，愈来愈会当互得到主你的欢喜。虽望现在有缘，即个世间有恶灵会遐咧通知，总是阮知，这拢是暂时，因为你的国有一天要降临伫即个世界。主啊，阮安尼感谢你，也愿主你看顾，袂当来到阮三甲礼拜，阮的兄弟姊妹，愿你的平安甲因同在。阮的当心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请沙马团契来学乐。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4章，咱总共有3节，我用现代译本的台语来读。上迄日，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叫做以马五斯。以马五斯，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11公里。因伫路中互相在谈论所发生拢总的代志。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耶稣亲身行活来甲因三甲做阵。因看到，毋过袂认定。耶稣问因：恁哪会行安尼的议论？伫什么代志啊？
过来，咱看第30节，第25节，耶稣就对因讲：哎呀，恁哪会遮尔戆，心哪遮尔钝，袂相信先知所讲一切话。基督受遮的苦难来入伊的荣光，减毋是应该吗？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甲因解说圣经中所有关系本身的记载。30节，耶稣甲因坐倒的时，摕饼感谢，然后擘开，分互因。因的目睭开，认得伊。伊忽然对因的面前消失，因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讲明圣经的时，咱的心减无亲像火得倒嘛。以上，这是正道，咱要请蔡长老，今仔的题目是《伫以马五书的路上》。主要说基督教我哈利路亚。咱主要说基督教我带互咱是啥物？是平安。平安代表是啥物？代表祝福，代表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身心、你的家庭、你所有一切，特别宁静家心中的安息。所以讲，请你甲村民隔壁讲一句平安。平安。出对伫心呢，讲祝福的。平安是真水的，话一句话，平安哦。今日我看到恁来，我足欢喜的，因为你阁有法度通来。我今仔日普通拢停伫头前遐，拢有看到我迄台车。今仔日我还看到讲，我9点10分就来安尼。来遐就2位拢去用停去啊，然后就开始洗入来，洗入来内底时阵哦，到9点15，乌巴已经先甲我停落啊，然后。拖洗20-30分钟吼，甲我即边拜五来参加迄个早间祈祷会，安尼拖洗1点钟，我敲电甲监理就讲，你家己早间祈祷会，我找无停车位，我毋敢违规停车啦，我惊讲人车牌报出去歹看。其实违规停车600块尔，其实还好啦吼，敢若停车费咧。结果想想咧，才想讲，哎哟，咱边遐有一位1点钟80块，遐应该是无人停，紧走过，直接看遐无人停，就停入去啊。破问题了，伫我后壁讲你去停，对我停入边啊？这套就80块。你个当来真水啊！人家三角做伙真水啊！阮譬如这吼，讲吼，无位通停免烦恼，阮兜清一位互你停吼，因兜清一位拢爱倒车爱考驾照，我驾照用买吼，迄嘛无遐好停，所以看到恁来真欢喜。今日咱所有敬拜赞美，甲咱带是啥物？伫以马五书的路上啊，先是592首啊。其实你圣诗，咱对第10首甲第40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咱今日要讲的是啥物。总是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甲大家分享。顶礼拜咱当庆祝过活节，主过我，互咱真欢喜。所以主过我，互咱什么？怀疑人生啊！那个译文日本话怎么念？什么？你是谁？现在特别无猜恁日语，一个日语版的呢，干掉了。啊，咱常常咧怀疑咱的人生啊。主要说过我，咁真呢？哪有可能过我？嘿，这毋知真啊假？咱常常咧怀疑讲咱。我今日来做，俺毋知对毋对；今日做毋知好啊好，毋好。咱人常常咧怀疑哦，总是有人足确信的呢。咱有一个社长老甲社长老娘，因拢无怀疑，他们信主。你知道他们今年几岁吗？还年轻啊，今年才80岁而已。而且年假这段时间，你会感觉讲，咱年假上重要什么日子？你知无？年假是最重要日子，恁知无？人家是最重要日子，你们知道吗？知道吗？谢明雄跟他太太的生日，哇，这水的日子呀！我们看到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作为，你要看咱社长老啊，个多笑到笑面多咧，伊即摆讲要唱摩西吼，迄摩西是伫要唱的，哇，你唱弥赛亚吼，
尼看起来像敢少年家咧吼，都安尼唱。我毋知讲你80岁，想啊差不多啦，我当年都90几岁啊，你还年轻啊。我们就是在怀疑人生啊。那个时候他的圣经，我们念圣经就告诉我们，发生大代志呢。伊的学生对耶稣相当有人讲3年半，其实圣经没有写耶稣传道多久，大家都说3年啊，但是如果算起来大概3年半，因为从他圣经就有讲说他30岁出来传道，然后应该是差不多3年半，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些门徒哦，也学生啦，门徒哦，一堆人呢跟随他诶，不是12个而已，那个12个使徒，那叫使徒。耶稣特别敬的，通宵祈祷了敬12个使徒，其实门徒是足侪人的啊，足侪人对的啊。他们想说，耶稣要复兴以色列国，他要来当国王啊，一堆人跟从他。结果呢，居然被钉十字架，怎么会这样呢？被十字架被打，怎么会这样呢？那是君王哎，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送到坟墓。听说他有复活呢。遐这时头，徛遐长老吼，买袂遐兵丁，照你讲，伊人顶十架，目口有兵丁过，惊人偷摕尸体，啊，都尸体无伊啊，所以伊拢去甲人讲，恁来出去讲，讲个尸体去用偷摕去，尸体去用偷摕，尸体被偷了，他没有复活哦，被偷了。们都对3点半。看耶稣行了这么多奇迹异事，听天国道理听啊遮济，结果耶稣上亲近的门徒呢，哥利欧巴、革流巴，真的复活吗？真的吗？他的太太玛利亚你说娶玛利亚的人很多，其实我的女儿本来也想把她娶玛利亚，只是觉得那个我们再加一个姓的话，4个字太长。玛利亚很多啊，那个。马大拉的玛利亚，马德六玛利亚，第一个看到耶稣，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我们说阿贝玛利亚，然后我们有看到格留巴的太太也叫玛利亚，所以格留巴理论上来讲，他是非常的相信耶稣的。当然有一些历史记载，他就是他的这耶稣的应该算是叔叔啦，但是到底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都不重要。也就是说，他还怀疑说，真的他要当王呢？死了复活，他们说坟墓不见了，空，可是外面又在谣传说是被偷走了，真的有复活吗？在这里安全吗？在耶路撒冷安全吗？我们到以马五斯去，以马路斯哦，我们到以马路斯的村庄去，以马五斯的村庄，咱的圣经写吼是25里。其实来用咱这个公里啊，算差不多11到12公里，11到12公里哦，大概阮到差不多总统府了哈，对，阮到承德路到总统府不是很远，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没有路灯，当时路很差，所以其实也是算蛮远的一段距离。那多行，哦，一直讲，这唔知真啊假，个人唔知要安怎，不晓得该怎么办。耶稣生前叫我们去传道，传天国的福音，可咱又死了啊！不晓得真的是不是真的复活啊？哇！在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他一起在走。你们在讲什么事情啊？哎呦，我告诉你哦，我们都跟随一个叫耶稣的人哦。他说要复兴神的国，他说天国要来了，然后他跟我们讲说，他死他会复活。我太太的确看到那空坟墓耶稣复活，可是就怪怪的，是真的假的？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前途茫茫啊！所以面带愁容，前途茫茫。耶稣跟他们在一起3年半呢，3年多竟然不认识所以有时候我在告别式，伫告别式拢讲请看好清楚有可能你去天堂，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整个蓝碧级的荣光的身体，不腐朽的身体，我当然没出来呢。
泽波，你要认得我不要忘记我们在天堂的时候，你等着他丢了，你不能等着我等着讲，这是什么人？那个动作，我先刷丢了。有时候我们从动作显出来的。很多明星签名会他的父母都故意跟人家一起排队，哇！他在那边签那边，你要谢谢你啊，妈妈，那个动作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其实那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经常视而不见。耶稣跟他们一起走路，然后开始跟他讲解，从摩西开始，在圣经里面，耶稣里面说的旧约里面，他是弥赛亚，一件跟他们讲。他们一听，对心里火热，对是然后一直讲快讲到伊玛五斯了，阿弟贝阿妈强流，耶稣要叫买啦，老来叫怎么吃饭啦？强流接待外来的旅客，得到天使的大祝福。我们看亚伯拉罕不是强流那3个天使吗？他有没有得到祝福？有啊，他也知道说索多玛跟蛾摩拉会发生大事情。强流，我们看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雅各当时要去见以扫的时候，他还是不太有信心，怀疑先遣部队一批一批的先过去，然后他留在渡口的时候，天使有人说是上帝神的化灵来跟他摔跤，之后他的那个脚窝被天使按下去。为什么强拉着他？你不能走，你要给我祝福。强留，他们也一样啊。以马忤斯、格列欧巴他这2个门徒强留耶稣，跟我们一起吃饭吧，等吃饭的时候破饼，耶稣了。各位看到没有？约翰福音21章，彼得还不是一样？彼得是最认识耶稣的吧？对不对？彼得上一摆耶稣的彼得最后走去对呢，嘛无信心走去掠鱼。结果嘛是伫迄个所在，耶稣看到时，伊也毋知迄是耶稣来撩鱼无，我倒呀，我掠无啦。我们有时候，我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耶稣告诉你，今天耶稣在你的面前，建慧你在高雄，耶稣突然跟你讲话，你相信耶稣跟你讲话吗？耶稣突然在你的面前，你认识他吗？告诉你不认识。不相信，因为我们经常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不相信。你相信我们921之后会在大地震吗？不相信。我们有时候最怀疑是什么？地震的时候开始摇了。地震最敏感的是我太太。我一个讲过，小学她教小学生很久，只要一说地震，学生赶快躲在桌子底下，他就跑到操场了。所以一看到地震我太太小可叮当的，叮当啦，别照我。我说不必走了，反正我们住6楼嘛，倒下来刚好1楼所以不会跑。所以我们碰到地震，我们立刻第一个念头，要不要跑？可能一下就过了。这是摇的比较久会不会像921？921不是这样摇而已，摇一下又这样跳哇，好紧张。地震，花莲又第2次大地震，花莲受到灾害，报纸报道了很多，大家捐款这个样子，还有人的家里那 po 那个照片的，因为太多的礼品所以又 po 了一大堆的照片。地震很可怕吗？当然可怕。可是我们怀疑这个地震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大的地震？开始大家讲了，如果台北发生大地震，会到一半的房子倒掉那李鸿源说会3.5万户的房子倒掉我就跟我太太讲说，那没关系，以后买房子会比较便宜的。反正我们现在买不起房子，以后大概地震完以后买。其实有一句话，我们经常讲说末日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各位看到这句话没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啦。现在有没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有。连台湾都身处在这个好像战争的边缘呢。外国看到我们都好像很害怕，我们还是一直很安稳。尤其对基督徒来讲，真的不怕。我们尽力服侍主，尽力服载主。如果到那一天，真的我们的生命被上帝、被战争、被任何的事情夺走的时候，我们在天堂不是更好吗？
所以基督徒没有什么好怕。但想看，多处有饥荒、地震，不是台湾而已土耳其大地震啊，那里大地震经常发生这是灾难的起头。然后我们说这个万事的结局句呢，你们要警醒自守，莫急你要到啊！警醒自守。你讲我的身体我无所谓啦，反正我已经都得到癌症了，我随时准备上帝。我觉得你是幸运的人呢。我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我是癌末，我没什么好怕。你癌末，上帝给你活10年、20年，为什么？还可以替他做工但是如果上帝把你调走，门在上帝的怀抱里面，那是恩典呢。我们珍惜生命，但是我们不怕死亡，为什么？那是一个恩典呢。我们所看到的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在讲什么啦？哎呦，我跟你讲啦，我那对一个耶稣对撒旦我，讲要天国快来了，他要当君王，他是弥赛亚，结果死去啦。伊讲死30个活啦，都不知真啊假。哎呦，我都没办法，没有信心呐。那不是我们人生的缩影吗？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呢。我现在在这个讲台上，透过圣灵，我要告诉你，上帝真的死而复活，上帝会救你。阿们。你们要有信心呐。我们相信上帝是真的有信心的相信，而不是说我信看买呢，我信看反正是去蒙掉，刚才在抽爱国奖券总是会碰到，那是信心呢。信是坚定的，是坚定心。我们人生的所有是在怀中过我们的人生，但是不要忘记，你看我们清明节，你有没有感觉到复活节跟清明节两个很相近？都能加线没小看，来生日也很相近。可是那个时候好节日啊，复活节，我们清明节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们这么接近的时候，我们清明节是什么？在缅怀故人。可是有时候清明节还有更自私的理由，看风水好啊歹，那风水较歹，还草啊嘟嘟咧，风水甲用我较好咧，看当庇荫子孙。奇怪咧，人死后怎么叫做庇荫子孙呢？要看风水呢。我们应该人死后很高兴在上帝的怀抱，我们很怀念他。我们还是思念我们的故人，我们还是相信说他在天上很快乐。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会再相见。各位，如果父母过世比较久以后，我可能会请教你们一件事情：你还记得你父母的容貌吗？有一个同事跟我讲，突然那天我跟他在聊一些圣经的东西，他在慕道，要不要受洗？他还在那边犹豫。我跟他只问他一件事情：你记得你爸爸妈妈的面容吗？伊说硬去的，目好转红起来。我讲有当时啊，我若无看到相片哦，我记得对爸爸妈妈的迄个面哦，小可模糊，无啥会记真呢。我就刚高兴咩？对，我们经常会忘掉，顾了有些话没记得。可是你看到爸爸妈妈那一天，他们去把爸爸妈妈那个玩你搞的，去搞完爸爸妈妈迄个相片哦，去传给我，讲他们很怀念他。哦，你使卖传给我啦，我真的，我没办法看我爸爸妈妈的相片。那就是痛啊！你说基督徒，你应该替他高兴才对。可是人嘛，还是会痛。拜托各位，身体保养好，珍惜生命。痛！我希望我在中间教会的日子都不要再有任何的告别式，只有婚礼，没有告别式。我的讲道全部准备婚礼，有好几讲，尤其是上次政委的那篇讲道还没有讲。但是我很不喜欢准备告别式，除非说来的人很多未信主的人做传道的工作。否则告别式，我们虽然说有一天天堂相见，可是还是不舍啦。什么叫不舍？这真的是不舍嘛？
所以空魂代表的是什么？耶稣复活，我们不要害怕。可是我们还是不舍，所以我们现在心存怀疑啊。那个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彼此谈论，这个代志哦，一直在讲的时阵哦，我们注意一件事是什么？脸上带愁容啊！到呀，真正假？哎呦，无彩我本来要做宰相，一个坐正边，一个坐倒边啊！无彩我要封疆大吏，无彩我要做大官，我要当大官了，竟然死掉啦！这怎么行啊？这个不对吧？哎呦，怎么会这样呢？我太太跟我说，那个坟墓的确是空的，到底是真的复活还是假的啦？哎呦，我怎么办呢？哎呦，他们在耶路撒冷，我干脆离开，逃避也好啦，稍微缓一口气也好。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谈论是什么？怀疑耶稣是否复活。我们也会怀疑呀。你说不会，我不会怀疑，你会怀疑。如果你没有怀疑的话，你老早就很艰辛的信主了。你不怀疑的话，你会为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我们还是怀疑呀。我人总是怀疑呀，我们很迟钝的，我们去跟随耶稣，我们有时候很迟钝呢，我们真的很迟钝呢。好了，什么叫迟钝？真的，你应该老早就相信的事情，你不相信了。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很明显的，那个是谁呀？是以色列雅各跟他摔跤完了以后，上帝赐给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现在以色列这么复兴，从雅各的支派过来的。以色列有没有怀疑？雅各有没有怀疑？雅各有一点溺爱哦。当父母的我们也要小心，有时候溺爱小孩不对呀，不要偏心呐。雅各有点偏心呐，他对约瑟特别好，有点偏心，因为约瑟是他所许爱的他姐妹呢，妹妹的儿子。可是相对的，一直怀疑，因为他的儿子一直骗他。他的儿子说，他的约瑟已经被豺狼吃掉了。他的约瑟，你看整个衣服都破掉了，他心都死掉了。终于有他的儿子到埃及以后，回来跟他爸爸讲说：“爸爸，约瑟在埃及当宰相哎。”一般听到应该很高兴吧？今天说那个欧巴，你们的恁那个人祥这么的瑞典得到诺贝尔奖啊？搞嘢啊？真的假的？本，恁查某囝已经去唔大去做空姐，可以参加迄个世界小姐选美第一名呢。搞嘢啊？我们总是那个怀疑啊。所以你看到雅各的心是怎么样？心里冰凉啊！哎呀！莫去甲我讲这有诶无诶啊啦！恁讲我都无会相信。有时候事实我们都不相信。我们说耶稣复活，耶稣会救你，耶稣会将他爱给你。只要我们信耶稣会跟上帝复活，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干有影啊？有迄遮好康呢？恩典白白给你，哪有迄个遐好康呢？要听一个音乐会，嘛要了足侪钱去买，哪有可能遐好康？我们心理上经常怀疑。有一个药房。这个药房张老师他有开了一间药房。半夜突然有一个小女孩一直敲门，老板，拜托一下，哦哟，半夜啊起来干嘛？我妈妈气喘不过来了，赶快一个气喘药给她啦。她说她喝你们家的那个药吸那个气喘药才会好了，拜托了，老板他半夜起来，好了，走，你拿走。等那个药拿走以后老板因为晚上回来也跟半夜起来精神也不是那么好，突然把药翻倒了，就开始在整理药的时候，发现他说我没有给他气喘药呢，我给他的那一瓶是什么？是毒药准备去化验的毒药呢。我拿给他毒药怎么办？那个小女孩赶快打开门，小女孩不见了。毒药啊！那个小女孩，我想想看，她住在哪里？那个毒药不能喝了，喝下去会死掉啊！我变成凶手啊！怎么办？这么紧张啊！她旁边有教会呢，她从来不信上帝，那有可能？上帝是外国人呢，
耶稣是外国人，你相信他？怎么可能？你们又相信耶稣3日复活？怎么可能？我不相信。可是那时候想说，开始觉得说我不对，跪下来拼命祷告：上帝啊，救我！耶稣救我啦！上帝啊，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啦！哎呦，毒药呢？就突然听到有一阵敲门。那个女孩子一打开，那女孩子哭了，妈的，先生对不起啦，我那瓶药出去不小心跌倒，把它翻倒了啦，你再给我1瓶好不好？耶稣，感谢主，感谢主，我给你1打都没关系。你就在怀疑啊？你有没有在怀疑？你现在跟张老师一样在怀疑啊？而且是什么？你是无知的。昨天我们那个小猴子。我在准备道理，他看到这一只好高兴啊！一只青蛙，无知的青蛙。我们就是无知的人呢，所以耶稣对他们讲：“戆人啊，无知啊，无知的人呐！你们信得太迟钝。记住哦，我们信得太迟钝，信了那些迟钝。”我们有时候没有很坚定的信心，我们不像多马一样，爱我甲望看卖是不是有去用钉很熟，是不是也会有去用插坑？我们要全然相信呢，没有条件的相信呢。我今天得到重病没关系，健有好歹是主所定，我所有忧闷艰苦，只要拄到主耶稣，伊就会拯救我。我们要相信呢。可是他没有，我们有时候信得太迟钝呢，所以耶稣就对摩西开始什么来讲我听，因都听讲有影呢，有影呢，开始是安尼，开始是安尼，开始是安尼。我们有时候信得都太迟钝呢。你来看，这个内面就讲讲啦，那个财主诶，我赚了这么多钱，我要庆祝来庆祝呢，我赚了好多钱。圣经告诉我们，无知的人呐，今天我取你的生命，你赚了这钱。赚了再多钱有用吗？我今天就把你的生命取走，你没有得救，有用吗？就像拉撒路一样，在天上的时候看到地上那个财主，我说的那个乞丐的拉撒路，财主在说：“告诉我，你给我一滴水，你跟我的兄弟讲，叫他们信主。”你生平一生之中非凡灿烂，吃喝嫖赌，过得很好的日子，可是有一天呢？当末日到的时候，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人啊，人的人生啊，我经常有时候在告别式会讲说，这一别代表你出生，这一别代表你的人生。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要互相的珍惜。不理我，不要了。那台语有一句话啦，叫啥？火烧高粱全无望，打沙提海了戆工。听得懂吗？火烧以前都有那个香菇火烧起来。一烧的话，为什么都是到火全部都烧光了？然后看到我们要填海，挑了那个沙去那边填海。如果各位去想想看，一填下去就不见，一填下去就不见，那叫做了戆工，愚公移山。我们经常在无知啊！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你就相信上帝。你为他服侍就好，你要做了好多的事情。我要排队去那边求发财金，我要去点光明灯，哇！还有全组的6000块钱，现在全套的指南宫全套6000块钱。我先告诉你们，6000块钱还要抽签排队呢。你来做礼拜哈，我还讲一次，做礼拜的奉献是心甘情愿啊。如果你没有准备，真的是不要奉献。不必说好像在这礼拜听讲的了来收钱，我们不是收钱的，那是一个奉献给上帝所用。你心不变，你刚才真的不要奉献，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有奉献丢人，没有奉献没有什么丢脸，那是你的心里的事情。所以耶稣跟他们讲那句话是什么？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啦。我们有时候相信什么？真的信得太迟钝了。最后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心里火热？耶稣在讲那些从摩西的故事里，那2个门徒，格留巴2个人，心里火热啊。那我现在听讲得了，还是参加这基督会了，心里火热啊。我要退出这讲，
然后开始落一个雨，啊，就浇熄了。我们经常受感动，我要去做工，然后就浇熄了。我从许淑清长老身上看到一件事情，他说心里有感动，他就立刻去探望人。这一次的那个科马桥丢了马西亚呢，他心里有感动，他立刻去看他，就看到科马桥丢了，不幸，上帝蒙召，我们不是说不幸嘛，就是上帝把他调走。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心里火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礼拜，心里会很火热。好，我要来受洗。只要你相信，你就受洗。以前说受洗一定要学到班，原来以前的人拢都没有念书嘛，所以要稍微跟他讲圣经的道理。现在我们大概都知道，只要你要受洗的人心很坚定，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我相信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救。你就是来受洗，在众人的面前承认我就是耶稣的门徒。那是有福分的，天上会吹号角但相对的，我们现在火热的时候，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眼睛有没有亮起来？神告诉我们，他们耶稣跟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眼睛什么迷糊啊？所以我若认不出恁你咪感觉艰苦。其实我看到恁拢模无明，因为我无顾目镜我放心啦，我绝对去配目镜。我若有时间，我就去配目镜。我常常找讲有时间要来配目镜，然后看到你拢无明，咱常常目睭无明，你目睭当时会紧起来。耶稣看到耶稣就跟你讲话，你的内心敢是足火热的。咱去看三毛团契遮，因咧受的时阵，三毛团契你们心有没有很火热？有啊，火热你们就去做工啊。这可能当神把官赐给你的时候，你要顺着这个官而行。上帝就是跟耶稣讲，我就是跟，总是我来到世间，世界的人不接纳我不接纳光我们有时候很怕光所以犹太人比较有智慧。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晚上到早上，我们的一天是从早上到晚上，比较有智慧。因为从黑暗可以看到光明，我们是从光明以后到黑暗，所以我们很容易有忧郁症。因为我们都是从早上到晚上，从白天到晚上。那可是犹太人是什么？上帝说有光就有光，因为刚开始是黑暗的，黑暗到白天。所以我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为基督而活？我们说我们要为基督而活，但是我们怎么没有不舍己，我们怎么没有尽力去服侍他呢？我们在各种事情上要有他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每一个人会有太多的来不及，把握时间呐。妈妈去倒个垃圾，结果被车撞倒。妈妈，你怎么一句话都没有交代就走了？你老婆没给你交代，你妈妈最唠叨的，你的妈妈跟你唠叨，你都忘记了。妈妈，你都没讲一句话，你就走，你走啊！我看一下嘛好。我们有一个观念，都经常要过世之前一定要见最后一面嘛。所以我们在过世可能会过世，赶快打电话，赶快回来，从美国赶快回来，怎么样？赶快把他维持他的生命。妈妈不是没有跟你讲话啦，是妈妈讲话你没有在听啦。我们怎么老办啊？你醒醒啊！恁太太，恁生一点来讲讲咱啦，咱日本行的啦。经常长老，你有去日本行的无？有啦吼，有你有去行的无？有无？你有带你的女朋友去无？我唔知啦，你家去处理吼。我今日就趣味吼，我今日做遐找一部，讲就找中山国中遐就有停车位啊，我怎么知啊？反正我若找无，我就直接驶来中山国中遐车停咧，行路过来就好啊。再有找一部，我讲了遐邮局嘛，唔拿遐停车位。好，甲再人讲讲你要相信无？我相信啊，我相信遐有停车位，因为我要看我阿姨遐，就停车停伫遐。相对的。咱听拢感觉我若后摆我若事业无，我若事业好势，我就带你去做礼拜。我若安怎想，我就要来礼拜。我若安怎想，我就带你去佚佗。等我即阵要传太太，我甲捡一世讲要传高山来淡水。像淡水若无位，还佫有三支听讲一个要基安长老底下一个豪华的别墅伫遐搭海。结果刚想着讲淡水一堆人我才讲歹呀，我卡路行路无方便，阮太太即马
骹手往行路无方便呢。以前阮仔定去欧洲，即摆无法度。你先要用的时阵，会当做工就出来做工啦，不要忘记啊！那么你的老伴，你躺下去，老伴啊，醒醒啦！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了。老伴，醒醒了，我带你环游世界了。来不及啦，来不及啦，太多的来不及。我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门徒，迄个门徒不是12使徒哈，这个门徒是耶稣足侪学生中间的门徒。咱咧讲门徒当讲学生啦，使徒是去12个，耶稣尾敬的12个，啊，尾出11个犹太吊死，啊，尾再用一个马提亚，再选一个马提亚当使徒。当时那么多人的时候，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是安怎？是满脸愁容啊！可是他眼睛亮起来以后，内心是火热的啊！你有没有内心火热？你有没有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你有内心火热？开始为主而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今天从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警觉到，耶稣不是让你看不到，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耶稣当然形象改变等等的，但是相对的，我们很多一些世间的杂物，让我们看不到耶稣，我们蒙蔽我们的心眼，我们看不到耶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耶稣的脚步，我们要看得见耶稣。我们要知道，耶稣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要领受到；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而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要遇见我们的主。我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心里要火热，我们要学习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些门徒一听到耶稣的事情说，立刻折返耶路撒冷，告诉那些11个使徒们，耶稣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要相信耶稣真的复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再相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过来起立来吟圣诗131首，圣诗131首。健康，虽然拄着患难艰苦，迄切记得你保护。主耶稣，信主名，吹救所不忘事。有一项短梦，就是天你的欢喜。我靠救主水色听你，我就得着大福气。春雨成就抱我喜时，我心满满有欢喜。主耶稣，信主名，世就所欢欢喜。有一项短梦，就是天你的欢喜。天的万国的正行你，称呼耶稣生命里。咱搭着迄宝贝礼。
是大气光伊，主耶稣，是主耶稣，就说不是伊，有一项断梦，就是天你的欢喜。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的诗。咱继续徛伫，咱即时要来吟上吟390首，上吟煞咱请蔡长老甲咱祝祷。接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安慰在你们身上。与伫以马五斯路上心内会热，恁教恁的心就，恁尽心为主做工，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先来吼，来做一个庆生啦吼，迄个。
就我不看嘞，啊！哎，这对神仙见你已经满80岁，因哦，出来是几乎不把哈，剩下20-30天而已，所以要把握时光，对不对？现在说我是当无问题啦吼，总是3个当我就无当他讲，吼，所以总是当应该是无问题啦，吼，法律讲法律问题，20当啦，20当，哎，20当手续无问题，天天甜蜜情，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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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Happy birthday to you。各位喊1、2、3，好不好？来，1、2、3。特别教导因，特别照顾祝福他们所走的每一个脚步都有神你的怜悯跟祝福，照顾他们一生一世都有主您的慈爱恩典与同在，与他们全家人同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得到主你的欢喜，荣耀归于一切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哎，这是皇家哈。大家咱先请他主一下。这是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吼，我来报告。第一，咱下周的讲道吼是迄个基甸会吼，要来洪国良长老要来咱教会吼讲道，咱其他的同工请咱准备心吼。第二，这个管的奉献吼，请咱家己来看。消息报告吼，咱今仔日有小组的分享吼，是马可福音16章甲以弗所第1章甲第3章，佫有一个第13节吼，第3章的第13节到第13节。本会迄个聚会后吼，咱有即个定期的中集会吼，请咱中集伫4楼吼来出席。妇女团契吼，要伫即个4月14号吼，要到即个美女姐遮来探访吼，欢迎咱的朋友吼，大家会当来做伙来吼，来甲伊的家吼做伙欢喜。伫即个福音北路吼地址遮，请咱家己来看电话也拢会伫顶面吼。过来，咱也为着即个圣和兄吼，甲圣子吼，因一家，佫有即个山林甲因的先生，佫伊的查某囝吼，愿主祝福即两家。以上咱即时吼要来请叶长老吼，佫来甲咱做即个小组的即个分享。亲爱的这平安。咱过来已经读到以弗所啦吼。
最近我是用台语圣经甲抄一遍啦。有时候我咧抄一遍，即马搁咧抄罗马书。其实看有较侪人来参与即个抄圣经啦吼。咱华语已经抄完了嘛吼，即嘛抄台语啦吼。若有人要抄英文嘛会使啦吼。咱遐嘛几啊本英文的圣经啦。有所吼，咱知影保罗去甲传道的时，保罗以前是迄个阿波罗伫遐，阿波罗有伫有所的所在伫遐，后来保罗到。咧问阿波罗讲：“你知影圣神的事无？”伊讲伊知影施洗约翰的洗啦，不知道那个圣灵的洗。所以后来有受到圣灵的洗。后来保罗就伫迄个有所迄个所在，在那边传福音哈。保罗在那边传亚波罗他是哲学方面会很厉害，因为他在亚历山大城长大，在那边受教育。所以犹太人跟他辩论的时候都没办法，都辩输他了。他很会辩论嘛，但是他没有受到那个圣灵的洗。后来因为太多人信了，所以那里有一个有所我们知道那是亚细亚省的首都。亚细亚省亚细亚省就是今麦土耳其啦。希腊有分做两个，迄个希腊有甲分做两个所在，一个亚该亚，有分两省啦。迄个亚细亚省是另外是属于亚洲这一方面，他们把它当成亚洲了吼。这是土耳其，伊的省会就是有所。咱即摆若去有人去土耳其旅游的时，就是迄个以弗所斯啦吼，以弗所斯遐就是有所。伫遐的时，因为团真侪人信，遐有一个迄个当时的七大世界奇观啦吼，就是米底亚神庙。米底亚神庙底下的时，后来因为太多人信的时候，那一些做神像啊，煞无成立啦，无成立。